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7集盐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台南客家某一间科技公司甲技员，一个下载网的服务处，叫人开枪开88枪，警方当地抓嫌犯。受到通货膨胀影响，上最新的调查显示，国内今年实质的经济性薪水，就是减0.07%。这届美国其中选举，共和党领先的势面无预估遐尼好。另外一个拜登、Trump 也拢拍算讲，要搁再拼总统。讲到南部，搁再发生枪案啊！今日半暝啊2点外时阵，有一个查甫人骑着奥多摆，先去到台南客家某一间科技公司开58枪，落尾去到布东一市议员下载网的服务处开30枪了后就走。目前警方有锁定特定对象等来追查。不过，这国民党的台南市长候选人谢良介就也讲，这科技公司是进前这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的徛家兼公司，而且这下载网呢。是黄伟德身躯边的大红人，这期这枪案是第一救援。这个查甫人也请向门口下30枪了离开。台南客家无党籍市议员下载网服务处，也是下载网查某囝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谢淑环的竞选总部。70分钟3点外去互人考枪，铁门顶全部枪支空，连身上嘛写歹去，困伫2楼的谢淑环规个惊甲精神。在第二选区选情相对非常的单纯，所以我们也没有跟人家结怨，或是有跟人家交恶。下载王家谢淑环爸仔惊讲无跟人结冤仇，共款伫客家这间科技钢铁公司2楼玻璃窗啊真侪所在破去，是同一个嫌犯透早2点外先来即位下58枪。警方是讲科技公司的头家甲下载王是朋友，是安怎工厂完了互人考枪爱去查，已经锁定特定人数追查。他有那个变换车牌。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那个侦办的过程，需要比平常的案件还多花一些心思。现在正值选举期间是比较敏感的，但是我们还必须要跟市民朋友宣示，这个维护治安的没有选举假期。还过来发生重大枪击案，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到警局关心，也引起对手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良介质疑。伊伫面册讲，科技公司进前是民进党中执委，当时是黄伟哲竞选总干事郭在钦住的所在甲工厂。伊阁讲，伊替黄伟哲伫花笑，怀疑枪击案是利益的问题。一切都是利益纠葛不清，官商勾结，分赃不均。那这次背后到底是什么光电利益，或者是卢渣的利益？那为何会弄到动枪？谢龙介针对于现在正在调查的刑案事件，来逼去韦德，来做政治上的操作，实在相当不可取。黄伟哲办公室是批评谢良介是故意误导办案，爱先讲清楚家己的不动产来源，因为拄仔伫选举，任何代志拢会影响到候选人甲选民的敏感神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诈骗案的新闻，桃园龟山警察分局接到某一个科技大学老师的报案，讲有一个姓陈的学生找头路了后，说是下落不明，落尾也抓到这个诈骗集团9名嫌犯。另外，进前发生一桩诈骗集团致死人命案件，检警伫淡水中立甲58个受害者救出来了后，今麦搁再抓到3名嫌犯，到目前为止，罪犯有32个人。警察不要走！警察不要走！落门入去，警方攻坚桃园龟山破获人蛇集团，大埔西部主嫌顶防备沙帮成员9个人到案，救出3个人。手举高，手举高，手举高，趴下，趴下，趴下，手背后面，手背后面，回这里，回这里。桃园龟山警分局表示，接到科大老师报案，世代学生伫今年8月透过朋友介绍求治了后失去音讯，下落不明。调查发现，学生是遭到人蛇集团以假救治、真拘禁方式控制行动。调看新北市承德县等地区几啊百支的监视器，锁定相关等人藏的所在甲洞口据点。专案是以组织犯罪甲人口贩运，而且台北地检署侦办。被害人系遭以傅姓主嫌为首的风飞沙帮成员的人蛇集团控制，前后在新北市及高雄市等地区共遭拘禁15天，并准备将被害人送往柬埔寨从事诈骗犯罪。
另外，互全台惊吓的台版干部在职求职诈骗案，警方顶日伫淡水中力救出58名被害人，另外有3个人被虐待死亡。警方当全力追查，目前逮捕32名嫌犯，其中21人获羁押。第三方警政像旅馆的这些，他们有义务要来通知警方，不然我们可以处罚等等。但是有一些，它并不是第三方警政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话，我们会建立，譬如说大楼的管理员保全的这一些主管机关是我们警政署，我们从这里跟他们做相关的合作。七国用工会配合第三方警政建立优先通报网、甲青楼专案等，真侪方面来预防犯罪。警政署也主动要求公布求职信息的社群平台，将相关信息摕落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最近因为这助理费风波，说是去大院啊，这车到下晡拜会新竹县长杨文科，也和这拉白合作的话题一直在滚价。不过国民党的任经人士回应讲，杨文科已经透过幕僚来表达唯一支持任经人。另外，这民进党的沈辉煌也招高虹安要来公开辩论。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最近向日记所炸领助理费风波，透早伫面册发文出示资料反驳指控，强调无任何无应该领的钱留到家己的落地。也毋过，国被者的检举函公告永联基金会金流，永联基金会中的健康基金会主管机关都是卫福部。对于卫生财团法人，我们都有定期来做查核。那有一些特殊的情形之下，也不排除那进一步来做审查。新竹地检署证实，顶礼拜受理民众检举指出，高虹安疑似涉嫌诈领助理费、涉嫌贪污。检方已经分他一案调查了解，也毋过助理费遗留证据。高虹安因为过度疲劳就医，初到下昼游玩破病拜会新竹县长杨文科，也和拿白合，风声一直传出。高委员是礼貌性到县政府来拜访他。他能够来讲是可以。杨县长有透过幕僚跟我说，这个唯一支持林根。林经人强调会一直甲杨文科保持联络，针对各项议题联手合作。离投票日只剩16天，民进党沈辉煌下战帖，邀请林经人、高虹安公开辩论。过去一直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现在如今两位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沈惠虹正式邀请我们的高虹安候选人以及林根仁候选人，我们一起来辩论。对于这届辩论，高虹安自始至终都乐意接受。辩论会应该不分党派，6名候选人一同出席，针对新竹市的政见与未来愿景公开辩论，这样才是对新竹市民们负责任的展现哦。选战最后阶段回归政治讨论，林经人表示已经登记2场政见发表会，选举是爱将环境政策予市民知影，毋是用辩论原价的方式争取别人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北市的选战，即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今早起宣布讲要辞掉立委典宪决心。不过有一个面册卖奖也叫做无良公关公司，就抛出一张合约，指控拿赢找人去群众其他候选人。那也讲这合约是假文件，这个卖奖也已经回失了。不过蒋万安说是无要放伊煞，认为这件代志就要查到底，查个清楚。也那这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表示。讲这件代志甲伊是完全无关系，也认为讲这选举无应该去伤害人。不过黄珊珊说是认为讲，这就是标准的拿捏恶道。我在此宣布正式请辞立委的职务，全心全意全力来为台北打拼。选战最后16天，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再去前往北投自强市场扫街，宣布请辞立委，专心投入选战。请辞是一个决心态度的展现。台北市已经停滞了8年，我要展现破釜沉舟、一定要赢的决心。我8月份宣布参选就辞职，他5月份已经宣布参选，直到现在才辞职。我想还是作秀的成分比较高吧。针对面册粉砖无良公关公司初稿抛出相片，内容广告迄县市长候选人网络攻击。本件下面是由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台北市议员徐卡心等国民党人士签名，那也反控文件造假，到警察局报案提告。粉砖事后已经检举发文回失了，也毋过蒋万安强调绝对袂造写，一定追查到底。
我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但是应该是说跟我们是完全无关的哈。选举是为了要帮市民替我们的最深爱的台湾台北多做一些事情，不是要为了伤害人而来选举。那也当在提告批评侧翼无良，无党籍黄珊珊认为这就是标准拿捏误导。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选举期间有真侪争议事件，检察机关、警察、调查局只要接到检举，拢会秉公处理，搁积极收集相关证据。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蒋万安今日宣布辞掉立委投入选战，外界也伫咧关注其他参选县市首长的立委，敢会对咧是一个。民进党秘书长林锡尧伊就破背讲，这7位代一参选的党籍立委拢未辞职。蒋万安讲要辞掉这立委了后，虽有立营的市议员表态讲要来参加补选。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宣布是立委，也引起连锁效应。目前民进党代一参选县市长的立委有家人蔡适兴、唐凤地文平、甲彰化黄秀芳、台东老道河顶市的人，民众党有唐凤赖香林、是着高虹安，国民党有南投柯秀华等2个人。外界也关心一寡代志参选的人，敢是会对咧清洗。在我们的选战自己的节奏，我们会照我们的选战流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但是不论我在哪一个位置上面，我都会扮演好那个位置的工作。新年前，老秀燕甲刘立生挑战台中市长甲婚姻馆长的宝座，都双双是立委。那也即卖也一直点名蔡其昌甲劳健国爱表态。立委有没有要提这个问题？跟您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已经讲过了，这是选战的各个竞选总部选战的节奏。黄秀芳表示，立委是人民选出来，伊袂因为参选，就互监督政府的力量消失。老道好强调，会继续以立院政策甲建设好新台党的政见，争取选民的支持。民进党秘书长林锡尧讲，代志参选的党籍立委拢未死，民众党赖香伶强调服务第一，未清洗。我们的公职身份当然是民众党给我们的不分区委员，所以不能够让这个位置没有任何发挥。因为依法，年纪有完超过1年的区域立委应该伫实际日起3个月来完成补选。蒋万安是立委了后，另外台北市议员黄昭雄已经表态参加补选。那也包括王凤仪、王富、齐卡心，也和外界认为参与补选的几率上大。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薪水的问题，受到这通货膨胀的冲击，国内经常性薪水搁再出现年复成长啊！主计总处公布上届新工业甲服务业的薪水统计，讲这今年前9个月实际经常性薪水是41369块，年减0.07%，是这最近9年同期以来头一届出现负成长。用酒精详细消毒，各种环境做总整理，要互大家放心入来内底用餐。头家趁着营业帐篷到厨房切菜备料，为暗时的营业做准备。疫情等好，人潮回流，不过餐饮业却出现严重欠工。包括总铺外场人员都不够，很不好找，因为餐饮业本来就辛苦了嘛。但是呢，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也不做餐饮业了。疫情这样子，很多人跟厨师方面都跑去做外送员，可能比较自由一点，他就不会来餐厅的。除了餐饮业严重欠工，无薪假也烧伫靠园区。根据劳动部最新统计，竹科一间半导体测试厂甲南科一间精密机械业，各通报37人，101人实施无薪假，逐个月拢实施4天无薪假。主计总处最新统计也发现，9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4417块，年增2.39%。今年以及9月实际经常性薪水41369块，又为年减0.07%，因为伫通膨压力之下，薪水起伏根本了不得无价。在比较高的物价情况之下的话，它会造成我们实质经常性薪资的一个呈现一个年减的一个状态。因为今年有遇到就是疫情的影响，还有一些外在的，比如说俄乌战争啊，还有一些全球的外在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主计总处认为，2012年后坐飞机的时阵，迄当时前9个月累计实际经常性薪水减幅大概0.47%， 08年金融海啸的实际经常性薪水年减幅更加来到3.05%，所以比较之下，目前的情况相对平稳。记者综合报道。
台积电今仔日的股价是69块半，收伫咧407块半。最近有风声讲，会伫咧美国起3奈米的厂房，高雄抢的一个7奈米厂房说是拖班，引起外界伫咧烦恼讲，这台积电的重点会刷去外国。台积电表示，美国扩大厂房的计划是还未确定。经济部也讲有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强调这高雄新的投资计划拢未改变，而且产能也会留伫台湾。韩国新山台积电传出增加美国3奈米厂120亿美金的投资，外界烦恼国内半导体核心技术敢会安尼转移？目前我们对这件事情是不担心哈，因为其实整个供应链的韧性本来就必须要让一个企业它在做它跨国的这个生产基地啊，它的一些投资的活动的时候，它本来就必须要多元化，尊重他们。那我觉得这个不见得会因为这样对整个台湾的一个竞争力会产生影响。台积电回应，有关美国亚利桑那州晶圆厂有一部分可能用伫离奇厂房，互建筑保持扩大灵活性。不过目前还无确定美国晶圆厂的离奇规划。另外，风声高雄的7奈米厂因为客户重大减少刷奖关，高雄市政府经发局甲经济部拢表示，目前南马溪产业园区两座晶圆厂设置计划无变。外界分析，台积电美台建厂进度一起一落，恐惊是为了分散地缘政治风险。对于台积电公司本身来说，它可以分散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台积电的一个扩产呢，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个这个设置厂房这样的一个讯息，对于台积电的一个股价来讲的话，并没有产生负面的一个影响。台积电初查公布10月合并的营收大约2102亿，写历史第2悬，不过股价表现无好，收伫407.5块，跌9.5块。对最近利空消息纷乱，经济部也发声明回应，台积电多数产能加先进制程拢会紧留台湾。记者综合报道。鸿海举行第3季法说会，董事长刘扬伟表示，受到这中国地上抢事件影响，第4季本地是爱乐观看待，不过即马可能爱改做表现普通啊。也强调鸿海会伫咧上短时间内恢复产能，甚至佫讲地上事件是第一期疫情因素，互对手得利的机会无大。不过有学者认为讲呢，即鸿海若准备恢复本地产能，敢若靠加薪水含津贴，就要甲工人找倒转来，恐惊是无遐简单的。鸿海第3季法说会举行，外界伫关心中国大陆电招抢事件了后，第4季是不是受到冲击？原先对第四季的看法是审慎乐观，但因为疫情影响郑州厂区的营运，所以我们前几天下调了内部对第4季的展望，但是预计第4季季对季表现仍将成长，相较于去年同期则持平。鸿海董事长刘扬伟是讲，电招抢事件主要是疫情问题，不是生产技术面的问题。第一期看起来确实造成营运费用提高，不过这拢是暂时的，互竞争对手获利的机会无大。长期角度来看，鸿海全球布局分散风险，所以影响无大。进前，中国河南省郑州航空港区宣布改读全区静态管理，鸿海并恢复产能。河南省政府也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们会全力的来支持富士康，以最快的速度来扑灭疫情。我们会与政府以及客户通力的合作，在最短的时间内，努力的回到正常的产能。原来的这个离场的一些员工来说，那这样子的一个加薪或者是津贴，是不是能够让他们顺利的回到厂区？我想这个仍然有待观察。鸿海是讲电招抢是第一季的影响，看今仔日鸿海股价虽然到尾有顺利走掉100块，不过落2块，大股车站原来以13503.76点收盘，落135.05点。展望明年疫情通货膨胀加国际政经局势，恐惊影响鸿海营收，也影响到股价起落。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的期中选举结果差不多要出来咯。本地是预测讲这共和党会赢了真好看，不过事实上呢，这民主党的表现也无讲真歹。共和党伫众议院有赢小看，也若这参议院的部分是也无确定。美国总统拜登也表态讲，伊会想要来争取连任，明年初会做最后的决定。另外，Trump也讲第15个会有重大宣布，将有可能是要正式宣布要来选2024年总统。
共和党籍佛州州长德桑提斯，以揽我要6成的选票，全家动员庆祝连任成功。不二个，共和党伫机中的表现，就无亲像进前总统川普咧大声喊的红色浪潮，刷颠倒变成做红色水影消尾去。因为关键州的票数要小我近，参与啥人会当摕到优势，还佫无定论。就算讲共和党伫咧众院保持领先，不过这个额度无介悬。学者分析讲，对太悬的议题会成做民主党催票的力量。There are people who have lived their entire adult lives, people that have grown up with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they can't imagine their daughters and granddaughters living in a world without this right. And so I think it was just this culture shift that Republicans didn't have their pulse on the majority of what Americans wanted. 红条煞变做水泡，出口民调还佫有政治评论员拢咧讲，虽然通膨是选民投票的主因，不过保护对台湾的问题嘛是同款重要。This was a choice election. And Joe Biden really tried to make this a choice between Trump's vision of America and Joe Biden's vision of America 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leadership. And really key to that choice was the idea of abortion under Republican-dominated legislature and Democratic-dominated legislatures. 民主党的表现比班配更较好势。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讲，对民主来讲，这是水当当的一天。拜登伊嘛有意思要来争取连任，不过上尾会是一个家庭决定。My guess is, I hope Jill and I get a little time to actually sneak away for a week around between Christmas and Thanksgiving. And my guess is it'll be early next year we make that judgment. But it is my plan to do it now. 这场的期中选举，亲像是川普要定转去白宫的铺路舞台，伊替330个候选人背诗，伊想要来扩大伊的影响力。虽然讲听川普的表现是平平，不过这也是未影响到伊第二遍要入去白宫的决心。伊还佫讲15这天要发表重大的消息。外界班配讲，伊会正式想要宣布讲要来参选2024年美国的总统大选。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讲到这届美国期中选举的结果，差不多是出来了。在种族、性别、年龄方面，有真侪项是拍破纪录的。唔有这次世代少年族群入去国会，也有几落个州呢出现头一个女性州长或者是国会议员，甚至也有这个非洲的原住民下性别者来参政。不过，这共和党内面积极顶回总统大选无公正的人，叫做好人派。在这届的这期中选举当中，也要到200人选调，将可能借着这届机会来修改选举规则，来支持家己党派候选人。2022年的美国期中选举是1990年代末期到2010年前出生的Z世代头一摆达到国会议员参选年纪的规范。25岁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福斯特真受注意，更加顺利以我6成的得票率打败共和党对手，摕到佛罗里达州第10选区胜出。Millennials, Gen Z make up a third of the country, but we make up nowhere near a third of the country's government. And so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I decided to run. 福斯特也是第一位进入美国国会的非裔古巴人，伊拿竞选拿开 Uber 维持生活，下星期就开始投入社群。这摆选举也聚焦伫真侪少年人关心的议题，像清洁管制、对贷款、气候变迁甲全民健保等。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government that looks like the people, and so that means in terms of race, but it also means in terms of age. 当时参议院也迎来上少年的声援，40岁共和党候选人布里特决定特别退休的工党资深参议员谢尔比的释出当选阿拉巴马州头一位共和党女性参议员。阿肯色州甲麻州是拢产生头一位女性州长，共和党大本营阿肯色州由前川普幕僚桑德斯当选，伊的父亲捌伫1996年到2007年担任这个州的州长。麻州是由民主党西里当选，当时加做美国头一位女同志州长，伊的副手也是女性，是美国史上头一摆出现正副州长拢是女性的情况。Tonight, proud to be the first woman and the first gay person ever elected governor of Massachusetts.
奥克拉荷马州参议员释出，由共和党穆林提到，伊是这个98年来头一位原住民参议员。民主党罗泽纳是新罕布夏州头一位跨性别男性国会议员。马里兰州出现政党轮替，天我9年出身的民主党籍摩尔加做这个州头一位非裔州长，也是美国240年来第3位非裔州长。伊关心亚裔权利，主张促进州内平等机会。We refuse, and we will not allow one group to lay claim to the notion of patriotism, especially when that entails denying elections and storming the Capitol. 不过，这摆选举也出现互人烦恼的情况。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有约200位共和党好人派伫其中选举获胜，因为伊伫质疑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公正性。即马天气预甲摇摆州会当监督未来选务的重要职位，恐惊会照着修改选举规则来影响选举结果。公司新闻纽间编译。美国其中选举投票结束，开票当日继续进行。共和党伫众议院即马是赢大胜，有机会重新执掌众议院。也若这参议院民主党甲共和党目前是拢差不多的。有学者认为讲，这共和党的领袖麦卡锡有机会担任众议院的议长，明年初也有可能用未来议长的身份访问台湾，甚至有可能会配合着这美国总统大选来到2024年时阵才会访问台湾。不过一旦确定的就是这民主党甲共和党反中的态度是未改变的，只是讲有学者认为共和党未来对军事援助台湾法案可能会变较谨慎。But when you wake up tomorrow, we will be in the majority, and Nancy Pelosi will be in the minority. 美国其中选举投票结束，各有第2在开票。参议院的部分，民主党和共和党释出是加加案。共和党原本暗算会出现的红色海中并无发生，敢若出现红色水影。民主党的选情阁算乐观，但是众议院有可能变盘，共和党可能过半一点仔伫咧众议院掌权，议长可能是麦卡锡来接。但是他会不会减少一个冲突的情况之下，他就干脆在他1月4号就任之前就是从现在开始以这个备位议长的身份来，那对岸来讲应该抗议的状况，当然还是会有，但是就可能强度就不如裴洛西。美国其中选举嘛会影响到美中台的关系。学者表示讲，两党反中的办势未改变，但是麦卡锡捌讲，美国无应该互乌克兰空的支票。未来军援台湾法案，众议院有可能变较保守。有学者认为讲，麦卡锡若要访台，时间点嘛有可能伫咧明年1月初4就任议长进程。但是嘛有学者认为讲，配合美国总统选举，2024访台嘛有可能，到时中国安怎反应引起关注。乐见就是美国跟台湾的这个高层互访，慢慢一步一步实质化之后，必须习近平要让一步。你要面子给你面子，但是理智上来讲，你要能够去承认接受台美的互访跟这样的一个联系，越接近2024，整个美中台三方的战略清晰会越来越清晰。美国其中选举众议院435席是全数改选，参议院的100席内面是改选35席，其中争取连任的空中优待派议员嘛表现真好，像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民主党的参议员达克沃斯、共和党的众议员麦考尔等等，真侪拢是压不倒性的票数当选。记者综合报道。G20后礼拜就要举行咯，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该拢会出席。有媒体就问讲，这美国总统拜登敢会和这习近平表达这美国愿意军事协防台湾呢？拜登是强调对台湾的准则唔捌改变过。25集团峰会15伫印尼巴厘岛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美国总统拜登有聊拢将出席。媒体好奇拜登敢会当面向习近平表达美国愿意军事协防台湾的立场。拜登只讲台湾准则是从来唔捌改变。And Taiwan doctrine has not changed at al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o I'm sure we'll discuss China. Taiwan。那美国呢？其实它近期已经多次的重申，他们对于中方挑衅行为的坚决的反对，以及美方高度重视台湾海峡的安全跟一贯的承诺。那外交部呢，我们一向也是很密切的关注美国跟中国高层互动的情形。不过拜登强调，甲习近平对话的时阵，未做任何根本性的让步。
也讲家己担任副总统的时阵，甲生活盘有几啊摆的会面，将会表达美国甲中国竞争，也毋过袂冲突的立场。And so what I want to do with him when we talk is lay out what kind of each of our red lines are. 拜登讲会了解双方的关键利益，明确画出互相的红线，美中关系更加触动台海局势。中国即马毋但是加大对台军事压力。伫七月开幕的珠海航空展，中国第5台战机歼20头一摆降落地面进行地面演习。展场中也佫出现强机第6台战机的概念模型，加深两岸紧张的态势。也毋过，咱国自我防卫能力方面，国防部证实已经甲美国国防部成立的负责军购停事的副小组有所接洽，希望会当加紧军购速度，提升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的防疫政策开始放冷了，国防部今宣布，国军恢复出国观光，而且取消查验外宾的疫苗快筛证明。另外，卫福部长许水源今仔日也讲，12月可能会进一步开放这办岛达到敬酒的这禁令。另外，咱台湾家己买莫德纳新配方 BA.4、BA.5疫苗，头一批有70万单已经送到位了，按算后礼拜5开始会当互民众注。台北市疫苗主文平台开放民众主文 BA.5双价疫苗，也未一天，包括台成功病院这注射站主文拢满啦。因为咱国采购的第一批莫德纳次世代 BA.4.5双价疫苗，703000剂10号就已经到货，按算后礼拜5就当提供12岁以上的民众做追加剂。预计在11月18号当天早上开始配送哦。所以会请这个各县市卫生局预先规划。新冠本土疫情是稳定在降，防疫政策嘛渐渐放宽。除了催验令，11月有可能实施室外唔免滴催验。卫福部长许水源嘛伫立法院讲，12月有可能进一步开放食喜酒和办桌会当敬酒。再过来就忘年会啦等等这一些的活动应该会增加了所以。有可能是年底会考虑到这样，可以来刺激一下这个经济啊。疫情愈降，国军嘛调整防疫作为。国防部表示讲，已经恢复国军人员申请出国观光旅游。当来台湾的官兵是实施7天的自主防疫，出入营门口同款爱量体温，但是取消查验官兵疫苗和快筛证明，官兵嘛是要滴催验。持续鼓励官兵疫苗接种，强化全体保护力。重点疫调适度匡列，国军官兵落实良好的公卫习惯。另外，新冠本土疫情10号是增加22286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4同期是降2.5%，中重症有270例，死亡有66例。指挥中心强调，虽然一直有新的变异株出现，但是上新的BA.5双价疫苗对重症的保护力未受影响。呼吁即卖已经符合会当注次世代疫苗的民众紧去注。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内政部公布上届新的统计，全台湾大约有855000间的空厝，这空厝率有9.52%，是这3年以来上届高的数字。而且疫情了后，欠人佮欠材料，而且起厝成本大增加，有一寡建商呢是厝起到一半就无继续起啊。学者认为讲，这款的情形是少数，但都互市场有警示效果。而且这个市面上厝太济啊，若准想要买厝的人，即马有讲价空间。离结婚行差不多5分钟，这栋超过40年的老公寓4楼，原本也是无整理的空厝间，即马厝主要卖，室内经过翻修，讲免装潢都会使住，来城买厝上门。可以把它关起来，对，所以它整个空间利用上是还算不错。内政部统计，全台湾空厝率9.52%，是3年来新高，而且比顶期增加0.86百分点，是最近10年上大的增高幅度。除了人工关以外，空厝率拢比顶一期升高。高才比对以5年来新厝甲40年以上的旧厝，空厝率上高。尤其是像屋龄5年以内的啊，或者是坪数相对20坪以下的这种新的小宅房型呢最多。那大部分也都会出现在推案量比较大的一些区域哦。
帮中业观察，空出率回升，帮市卖压出现。最近议价空间确实有较大，不过学者示警，伫疫情了后，因为营建成本持续增加，国家欠工欠料，爱注意帮市最近传出一寡长尾个案，进前度大型行库已经对建商提出约束令，爱签续建承诺保证起较好，也甲要求建商必须先准备50%的自备款，欠入银行转户，才会拨钱。物价上涨，整个的这个工人难请，其实造成越来越各种不利的讯息，使得这个房地产业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烂尾的现象吧。我想这个当消费者就必须要更审慎的。学者提醒，买厝的人要确保家己的权益，会当经名声较好的建商。看今年房市整体交易量大幅度降低，部分所在因为杀案量伤济，房价有可能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这大化抢申请国赔案，彰化地方法院一审是判这彰化县政府就爱赔人这大化公司4.77亿。今仔日台中高分院二审开庭，环保团体到现场抗议，强调这大化是家己停工的，无权利请求国赔。县政府也强调大化违反环评所定出的标准，是依法提起上诉。大化公司表示，因会尊重法院判决。台化故意违法，无权请求国赔。环保团体到台中高分院头前夜排抗议，批评台化公司是无权请求国赔。大家关注的台化案，彰化地方法院今年7月是做出一审的判决，彰化县政府爱赔台化4.77亿，县府无接受提出上诉。台中高分院10号二审开庭，反团声援县府强调是台化无申请燃煤许可就家己停工，讲要国赔是无合理。台化你关厂根本是自己关厂，不是任何人叫你关厂。如果是管理人，他应该善尽他的宗旨义务，而没有善尽这些事情。我认为，该被求偿的是公司负责人。反团表示讲，若台华的股东主张关场了后有损失，求偿的对象依照公司法第23条，应该是公司的负责人，毋是县政府。彰化县环保局强调，当初驳回许可证，因申请是因为台化公司燃煤的含硫量超标2倍，违反环评的承诺。当初台化所烧的生煤，它必须符合环评承诺，这部分在环保署的相关函数有确认这件事情。台化不认为说那个是环评承诺事项，会依照相关程序提起算诉嘛？它这个部分就要尊重法院的判断。县府主张讲，并无违反地方的行政裁量权，一切拢依法办理。台化公司是交予律师团表示讲，目前当伫法院审理的阶段，无方便对外评论，会尊重法院上尾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的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内面，针对书面用语的相关规范，是建议各机关大声采用台湾台语来称呼闽南语。不过有立委讲，到目前为止，改善无人伫咧做。部长李英德表示，会伫1个月内改正，而且协调各部会做调整。学生囡仔对老师学习闽南语的发音加相关知识，为这个学年开始，本土语言列入国中小学的必修课程。不过有立委指出，在国家语言发展报告中，建议各机关优先以台湾台语来称呼闽南语。不过即马好亲像也无法度做甲到。国家语言发展法以及我们的发展方案里面，都希望能够证明为台湾台语，不论是教育部又或者是文化部自己的儿童会来管，仍然持续是用闽南语的方式来做称呼。为什么连文化部自己都做不到？1个月之内全部改正。你改了以后，包括他的很多的教科书啊还有很多，所以要给他们时间呐。立委也质疑，以台湾的本土语言来看，闽南语使用人数上济，不过却无组织单位，预算比例分配也无合理。李英就是讲，初步规划是由教育部负责学校体制来教育，学校以外的社会层面由文化部来负责。除了这以外，因为每年有部分大学申请入学，采计科目出现变化，也让国语文真受关心。第4代调查，90%以上的民众认为国语文对于学习各种知识，甚至是日常的表现，都有正面的影响。其中超过50%认为听、讲、读、写这方面讲更加重要。比如说5577777，就是它没有一个特别指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点语言的在退化的一个。我也不敢说这一定是必然，我没有篇章的组织能力，我其实也没办法把话完整的说出来。就是说国语文它很多概念是结合在一起。
研究团队是讲，辛苦讲有提起核心素养的背景是生活情境，所以老师应该爱将学生囡仔的经验、生活情境拢纳入教学，以实作探讨式的教导，才会当互咱个人的语文能力提升，甲更较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11月26到合一大选竞争上届激烈的台北市长呢，真侪只的候选人为着劳工选票提出真侪相关的政见，其中外送产业变作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候选人所讲的政见，敢真正有符合外送人员是不是？珊珊可以承诺，我在台北市政府都以劳工权益为重，我当了台北市长也一样如此。公开透明。健全外送市场定价的功能，保障外送员的权益，让它的一个价格或它合约要透明化来，那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可长可久的一个外送的制度。三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拢签署承诺书，讲要照顾劳工的权益。有的人甚至特别将定传出车祸、收入无稳定的外送产业提出来讲。全国外送产业工会表示，现主时台湾有13至15万人咧做外送，这当中有70%的人拢是出来赚外劳啊，走一张单提40通块，敢会合？对，等于现在时薪168嘛，等于我1个小时至少要跑到4单5单，我才有基本金吃。对啊，可是因为我们还要扣油钱、保养费。基本薪资才2碳，安尼定价到底是安怎算出来的？抽成佫是偌济，无人讲会出答案。抽成抽多少，这我们不太没有特别去看呢。抽成哦，我是都没意见呐。是配多少，就是你都拿多少啊，也不能讲什么啊。一句无法度讲啥，听到的是外送员对做这道的无奈，因为计数的计算无一个公定的标准，所有的定价拢是外送平台来决定。全国外送产业工会讲，希望政府做主，参业者做伙定出一个计算的公式，规定因将外送员走的路程当底，抽成比例拢写出来。譬如说，我们会希望说，每一单的单价的计算方式跟里程计算方式都可以公开透明。那以及包含说，我们每一单的到底有没有抽成，或者是每一单怎么样去做计算。除了计数的计算公式以外，外送员伫路里咧走，安全嘛是一个需要关心的议题。根据台湾劳工电线的调查，有82.5%的外送员烦恼家己走单仔的时阵发生车祸，而且有40.4%是希望除了透过工会加入劳保，佫会当有其他的商业保险。我就自己去工会加的。自己去工会。那你会希望平台之间可能平台再给你们，比如说多一些保险？对对对，那毕竟在边跑那个比较危险。对啊，我们在路上这样跑的话。全国外送产业工会认为，保险制度有影需要建立，但是有当时交通纠纷其实是来自人客也是店家的创治，反映外送员有苦无地讲的问题。我们没有所谓的公开透明而可以申诉畅通的一个申诉管道。对，当平台今天通知司机违规，或者客人检举司机，甚至到店家检举司机，基本上有检举就会受理，然后受理就会成立。外送员面对合约无透明的处境，市场候选人拢有讲要替因改善。不过，针对外送员申诉的门路甲出车的安全，目前也无详细的讨论。未来无论啥人做台北市长，这份承诺书拢会成做市民监督施政的标准。记者麦尚英、曾海文台北报道。已经有64年历史的台北市政古迹台北清真寺正在进行修复，今日第1期工程完工。对穆斯林教亲表示，这清真寺是因的精心支持，看到清真寺翻新，因是真感动的。带台北市长郭文哲伫大电视节工程状况，台北清真寺伫台北市文化局甲文化部的补助之下，垂直完成第1期的修复工程。本来我们踩在这个地毯上会有震动，现在都没有了。然后我们也把这个整个大殿重新做了油漆。已经64档的台北清真寺第1届大翻修，这边主要是针对外观修复，包括清理过外壁、前后围塔，也有将清真寺上大的特色大殿圆圆的厝尾顶重新搭配。台北清真寺常务董事马明尧表示，看到这个翻新，伊有影真感动。不只是对我们本地穆斯林，就是说，其实因为台湾现在外劳很多，那你也知道外劳很多印尼人或者渔工，那清真寺对他们来说，可能比我们
更具有一个意义。所以我们其实修也很多原因是为这些外劳，希望给他们一些更多的精神上的安慰，让他们离家背井。第二期工程会继续修复室内部分，按算伫明年5月完工。台北清净寺表示，虽然修复工程正在进行，不过因会继续办工做到活动，让更较侪人认捌无私的文化。记者林思华、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永过有一只象叫做林王，是大人囡仔拢喜意的动物名称，而且伊也捌参加过二战。2003年的时阵，食到86岁来往生。今年是林王的105岁生日期，由学者特别举办特典，要来伊纪念。历史老相片有孙立林将军参镇上林王活动，还有林王家族礼宾迎接自花书节，一系列记录林王一生的相片，拢是过去孙立林将军的电影官罗超群留落来。通常看到很多都是这个林王被圈养在这个动物园里面的照片啊，但是很少看到说林王其实他在这个草地上奔驰啊吃牧草的照片。真侪相片是第一届公开。2003年，林王伊着86岁长退休，伫台北市立动物园过身。早前的老相片，亲像经历二战来到台湾，伫圆山动物园、参马兰小岛等等，计共买50张相片，互外界看到无同的林王。另外业者嘛出绘本，绘本作者考证相片、文字等等内容，用3部曲来讲林王。李吴清老师他也花了10年时间去做田调，他甚至呢去深度的去接触到林王以前真的有相处过的阿兵哥或者是他的后辈，那去把这一些历史呢去还原到他的绘本的里面。业者表示，林王的一生见证历史的变迁。今年是林王105岁生日期，希望让大人囡仔通认捌这个过去的动物大名册。这个相片文物会伫台北孙立林将军官邸等到年尾。记者李秀凯台北采访报道。伫咧后疫情时代，要来迎接到这旅游的人潮做准备。嘉义市头一个游客中心经过1年时间，伫这个月初10正式启用。那有网络资讯的功能，也结合在地产业甲社区的特产，希望会当带动在地观光消费。在地店头的商品甲社区的特产，拢放伫架仔顶面，互人加景。这是嘉义市头一间游客中心。除了例行咨询的服务，一寡社区嘛透过这个游客中心推广因的土产。外地人来，咱嘉义人无地走嘛，无要紧，会当甲带来遮，互伊看一寡咱嘉义的观光介绍，顺续甲介绍，互外地人知影咱嘉义有啥物所在通好佚佗。我感觉这个卡弄起起来，对咱嘉义人帮助也真大。能够在这个园区推广在地的产业，也让更多的一些在地的产业能够在嘉义市能够推广到全国。这间58平游客中心边仔有棒球场、嘉义公园，嘛是高铁公车坐车落车的所在。负责推动大阿里山甲235区域观光圈的阿管处表示，游客中心甲嘉义县市观光资源串联做伙，对区域观光的发展有真大的帮助。透过这个游客中心，它可以等于说是阿里山的入口。他来游客中心截取相关的资讯之后，透过再由市区往上到阿里山，到我们其他的观光圈的话，我相信会有一个前导的作用啦。嘉义市政府表示，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是伫国内旅游补助，阁有一寡大型活动举办之下，去年嘉义市旅馆销售成绩成长50%以上。未来希望游客中心的启用，会当互地方的观光更加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韩国的 CJ 集团有制作真侪好看的电影，真像是镜星上流、韩国爱的撇角等等。即摆伊也要来拼这花季片的市场咯，会甲台湾的大川大集所谓影音公司合作，要伫咧金门拍戏。韩国 CJ ENM 集团亚洲区总裁田成勋、金门县观光处长丁建光，也甲大川大立所谓影音公司总经理杨宏志分别签名，正式开始台韩合作。CJ 集团选伫台湾金门翕新影集，展现积极进军华语剧市场的决心。Mission is Asian market. Taiwan is most important country for Mandarin language series. CJ 集团捌制作过袂少真好看的影视作品，包括电影《镜星上流》、
韩剧《爱的必降》，这届合作要改编韩剧《巨星留白》，甲主角去岛上生活场景规个搬到金门。台湾的制作公司是争取编剧、导演到演员后者拢留伫本土，不过同时嘛要好好吸收韩国更加国际化的制作经验。他们对于我们景要怎么呈现或者什么，因为毕竟他们国际做多了，也给我们制作单位有一些很好的建议，我觉得受益匪浅。台船代理表示，这届是头一届共同制作，不是翕完再来讲合作，是真难得的经验。但是实际投入的预算，集团是讲不只好，会选一个日子再公开。制作公司是讲比台湾偶像剧较悬，不过较无到华灯初上的规模。金门县政府也表示愿意全力协助，期待影集甲金门的风土民情拢送去了国际舞台。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是讨厌鸟鼠，不过伫咧比利时所有研究团队因提款非洲大鸟鼠来做研究，利用因的体型偏高较细只、行动更较溜达，而且鼻仔真灵的特色，训练做搜救鼠，来协助迄个救灾现场找找生存者。阿妈棍甲灵仔派科技包的鸟鼠灾难现场查找遐找，总算发现密伫壁角的生还者，这个时阵身上的装置发出声音。鸟鼠也随登去基地接受，是不可想。实验室内这种体型较大的鸟鼠，并不是人画拍、甲本色疾病做伙的一般鸟鼠啊，而是当咧坦桑尼亚接受训练的非洲大鸟鼠。Because the rats are just as trainable as dogs, they've got a great sense of smell, and their small size and natural agility should hopefully make them really good in this scenario where they could squeeze in small spaces and get closer to any victims. 来自比利时的研究团队表示，非洲大鸟鼠体重大约伫1公斤到1公斤半左右，因的体型相对较细只，比一般的搜救犬更较会当伫灾难现场挖紧受困者。只要经过9个月到1年的训练，毋但会当协助抢雷，也会当加入地动了后的救灾行列。因的寿命比一般的鸟鼠较长，利用价值悬。The main reason for choosing this species is that they're relatively long-lived. So your average rat that you might see in the UK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ypically lives about 2 to 3 years, whereas our rats can live up to 8 to 10 years in captivity. 为了互训练更较实在，研究人员当一步一步建构更较像真的灾难现场。因发现，就算空间变大，如苍苍的地形更较复杂，也是加入崎岖乌骨的杂音，大鸟鼠亲像犹原会当达成任务。伫这个同时，因也升级科技包的配备，除了有录音机，也有双向声音沟通甲电话功能。刷落这项训练，将刷到地动的土耳其。那顺利有训练的鸟鼠，也会当加做地动灾变的救人英雄。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2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